反正我一准备的，但是我忍不住呀。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。怎么了，嫂？没事姐。想家了吗？嫂？没有姐。有要紧，谁不行不懂的。今天毕业的嘛，累死了嘛，明天马上就到去。今天的嘛，累死了。明天定是说不定才上去。那民众叫了干嘛去？能不能干嘛去？没干的这事，家里去是。那你最起码叫他能不能按个做什么都给你。你丢丢了没去打呗？走路的怕连落去丢。你咋？不让叫了，干嘛去？不让拿了，干嘛去？你的这事情，不让给俺做事也放心了呗。一定俺做了是没吧？做了干做了。好的，姐。好的。哥，我睡也睡不着，哥，一晚上睡不着。看看我的一切糊没得。好的，姐。直播下去，你不接第二的不行，给些是第二个的，这个你顾不得的，上路查不查过去？
你一个人不是对。7，5月这7天有点睡不着。儿子呢？我那个不是儿子，是女儿。伯伯这不把这了，伯伯这个伯伯经常这了，不把这了。儿子在儿子里不打脖子下雨了，我他妈离开雨了。别哭了，好的。早点睡我去。好的，姐姐，我耳用。我没怎么，我想哭，所以哭的。我一直是闺蜜。好的，爱在哥。感谢宋周哥的关注。你醉了吗？对。最善良的主播，好好加油！关注你的小，我可以帮忙，到我给你帮不要哭了。好的，小猪哥。在荔枝吗？对，荔枝。他是这个，知道了吧？那是我这些。
为什么哥哥？难过才哭那个。好的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关注了，不要难过，还有啥？好的，哥哥，知道了。早点睡吧，哥，我睡不着，哥，我一晚上睡不着，才俺一口没得。天天多洗点卡多，我那晚夜间我也不知道学个米长点的，别看他说住的米最痛，让我这个，这都是我的米长没得。打个屁眼噻！不打了，哥哥还是姐姐，不打了，屁不打了。我这样的情绪 PK 打不了 ，PK 接不到什么事。那不用睡了，走，我们聊聊天吧，噻。这是回民，现在这三个月，俺弟弟我一直给钱都没得，没个指标没，现在给钱了，这三个月，可是也嘛有的啥吧，来胡大钱，弟弟垃圾丢的啥，大把直播的那些不好钱，把那老年的钱丢的啥，弟弟。直播过大QQ节，或者去我上去。这他妈连零几肉不记得，连专门对付小去，所以那个原因。姐姐怎么了？不要难过噻。没难过，只是说了自己心里话。哇塞，你在哪里工作噻？我在林芝。求人不如求自己。我在林芝，有一点点小事情，不要难过噻。好的。
总说连太不连了，会嘲笑的。哎呀，是不是连我？因为等你多的空就拖顺就嘛皮给手给的怎么样是的，让不让吹哦？就嘛皮给的怎么样？让票没进屋里，让脚不插下是屋里是的，空就连背的不行。其实俺他妈大把的是过到5个月，也现在来5个月了，直播几天5个月。好的，姐姐一点点，不要放在心里啥的。那个今年làm cho chúng tôi phía cái cho nên làm cho chúng tôi ta当多年多在现场。谁不知道你吧？直播的媒体给对了，我谁不知道？可就谁不知道大家东西的当你不了。从我看着俺那一看着节目声音的时候，我有些你呗，直播那了爬出，几天没这位没有的是6、7星期呗。从我看了几天的嘛，也接抖音那里看着接，刚经济没经济。姐姐不要这样吧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老人看见你心里小孩看见，他们都睡了吧？应该是吧？三，对的三，我没说你求人不如求己，你是我错过的，你没有错，我错的，对噻。对，所以你才要坚强。可是看给来老总来的，还是那么给来的。你连一下他们呀是，他们有东西呀是，我不连，我没有他们的那种本事，他们能做的我做不了。都是晚上这样哭吧，意思就是白天哭，晚上不能哭哎。先去洗下脸，然后开开心心的直播一下噻。
生病啊，让个是不是当我要去他们每次去过开开心心家爹是嘛事，人没几个人晓得。人没几个人想，基本你们想什么事？大把是广东那年也重庆，没了一级机场，基本你们想什么事的？我拉着谁不住着？我讲谁去对去？工作是不是练我？那我先下了工作。他们一直在练我，你练个今年鸳鸯生意过大的吧？皮给的让票没进我给写的，给这那录节写我这个呀，对我不想听了，我先下了啊。是练啥不练了？好的，可以下吧是好的，拜拜。你听你了讲陪我聊天，谢谢你们，亚秋。